来继续来看中国医药大学的学生连续6档被邀请来做国庆典礼的金彩甲金穗。因除了仪态端庄、外形醒目之外，佫会晓讲10种以上的外语，来服务到外国的贵宾。而且因佫是所有入选的大学生当中唯一有医学背景的金彩甲金穗。集团25个人，每一个人拢有基本救命术的证照。若拄到紧急的状况，佫会当马上反应来做急救。中国医药大学学生得到邀请做国庆日礼宾金彩金穗。查甫穿西装，查某会配合有红有白的套装，设计简单又佫不失优雅美丽，而且大家拢经过120点钟高级礼仪的训练。今年国庆日的礼宾金彩金穗入选70个人，中国医药大学就占25个，而且服务的是一级战区，伫中央主席台服务总统甲各国的贵宾。也要讲真侪国家的话。泰语的是萨瓦迪党椒，印度的是 Super Bad， 然后西语的话是Buenos Dias， 法语的话是 Hola。这位金穗一个手讲超过10种话，早安，这只是基本功夫，而且佫有名车面，外形真生。韩国男子团体输员，另外服务的过程，若是讲有人分歧，伊嘛有法度马上随应变。三人一组，一个 CPR， 一个摕 AED， 另外一个维持场面急救嘛真高，大家拢有基本的救命证照。因为疫情的关系，像是我们在自主训练当中，以及政课都会佩戴口罩。我们在礼宾的时候，你们也会戴口罩。对对，眼神也能传达我们的温暖。中国医药大学的礼宾金彩金穗是全国入选的大学中唯一有医疗背景的。除了查甫的缘投、查某的水，国庆日迄一天，嘛会使用因本身的专业技能，做好一张漂亮的国民外交。